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。这礼拜、顶一礼拜，拄过去这礼拜，咱的教会才会青年咧带合贵学校，带伫这个营会要开始进行，阮就有点仔预告啊。咧预告讲，假使啦，政府宣布讲停班停课。营会就会暂停，就会停啦吼。所以当第2天结束了，第拜3、拜4结束了，宣布讲隔天要停班停课的时阵，因遮的老师就打电话去，互遮的囡仔啦吼，讲大因通知讲，咱拜5停啊吼。结果有一寡囡仔哭啊。考讲无法度来参加营会啊！然后即群老师迄天就伫遮准备讲，安尼免啊将2天缩制1天的活动啊。结果到迄天的暗时，佮宣布讲，隔天佮停班停课，换即群青年哭啊！哭了，因就想讲，安尼哭嘛毋是办法。所以就来换做今仔日，所以今仔日阁有合贵学校啊吼，9点，甲咱礼拜同款，9点开始，即群青年要带遮个囡仔对早起时到暗时的5点。今仔日阁有，总是等一下9点50因就会来到遮，10点就是讲到结束咱回应诗唱了奉献了，因就会入来甲咱分享因的歌曲甲影片，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。虽然有当时咱拄着上袂到的状况，咱会提靠，总是靠嘛，毋是办法呢。有当时靠的，就想讲不要紧，阁有明仔载嘛吼，明仔载咱来想办法看卖看有法度无。所以咱今日看到边仔，这些拢是因这边营会伫遮装摊的吼。今仔日主要活动是伫6楼，所以真歹势。等一下，就是咱若要食饭的时阵，有可能无法度使用6楼，或是会当放一个便当伫边仔来看因囡仔安那走总安尼尔吼。这是今仔日要甲大家会习的所在。咱今仔伫这栋活动的内底会一直拄着这个囡仔吼，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，互咱知影，虽然拄着困难困境，毋通只有提靠，靠当然有帮助，有一寡靠是有帮助的，总是靠了爱知影讲，免头前来行，所以愿上帝帮咱享受的平安，就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。做伙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享受带领，互阮会当做伙伫上帝你所享受的殿堂内底来敬拜你。主，阮相信上帝你邀请阮、呼召阮做伙来到遮，有你特别的意思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耳孔拍开听见，伫早起时你要用阮所讲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们。台湾作家杨湘子，2022年的时阵写一本册，这本册叫做《台湾漫游录》。这本册得到迄个出版上大奖叫做 Book 奖，以及事实上，伊伫进前已经得到美国第75届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的大奖。然后伊伫受奖的迄时，伊是安尼讲：，伊讲有一寡人问我是安怎，我要写100年前的代志。我总是安尼来应答：写过去是要行往未来。100年前就台湾人讲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今仔日的台湾人嘛，共款讲即句话，总是阮对话
的对象无同款。100年前，阮对日本安尼讲，现在阮对中国讲，这100多年来，台湾拢咧面对强大并且有侵略性的国家。甲这个上时，台湾人内部的国家认同、族群认同也相当复杂。有一寡人认为家己是中国人，亲像100年前有一寡人认为家己是日本人。我写是要回答台湾人究竟是啥物人。我写过去，就是要为着行往台湾的未来。就亲像杨上主写这本册的理由，是安怎上帝百姓要过节的？盖型嘛不好读，所以还是要请上面的，对，帮忙一下哈。我写过去是为着要行就亲像杨上主写的原因，是安怎上帝百姓要过节，就是因为要知影家己是啥物人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咱对倒位来。照着安尼来告别，即群上帝百姓照着安尼来告别，若毋是上帝，啥物拢毋是，可以吗？多谢。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伫埃及地对摩西甲亚伦讲，全本圣经只有出现2遍。上主伫埃及地讲话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段话是要强调，伫埃及的时，上帝早就有吩咐安尼。出埃及记12章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恁着用这个月做恁的正月，做逐年的头1个月，这是。以色列宗教历的第1个月叫做阿比月，用每年的春分上近新月，正做一年的开始。差不多阿比月，差不多咱现在的新历内底3月中到4月中间发生，所以。搬过节，以色列人的搬过节其实甲国外节真接近。然后这称作春历，这称作春历。入迦南地了，因将新年无共款哦，歹势。以色列人的新年定伫秋天，是照迄个农作物咧收成的一个。循环，了解意思吼？农作物收成的迄个生长收成的循环，所以以色列人的新年差不多是伫9月中到10月中，这因称作秋历，有点仔亲像华人，还是台湾人嘛？有真侪人讲24节气，24节气。所以24节气其实拄好，迄个小暑，拄好过去，毋是迄个麦当劳的小暑吼。咱知影，大暑还未到，小暑打过，7月7号，小暑打过吼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大热的时间还未来啦，好，大热的时间还未来。咱来知影定心定出。这个节庆月份对上帝百姓来讲，这代表另外一项代志，这代表新生命的一个循环的开始，对无？咱拢照这个月过年过节，其实就是这个新循环的开始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
代表因爱脱离埃及人的律法，对因内底分别出来。出埃及记12章第39、第4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着对以色列的全体会众讲：这个月初10，大家人着照家庭准备羊仔，一家一只。若厝邻的人少，一只羊仔食袂了，着甲隔壁厝边做伙准备，照人数，照大家人食的分量准备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什么会叫做盘过节？盘过节需要一场用家庭做单位的宴席。盘过节是安尼吼，需要一场。然后，所以对一些人来讲，盘过节是属于家庭，或是家族的。古早时阵无冰箱，所以咱若杀羊，杀一只羊了，爱来嚼了，听有意思吼？无就会歹，真紧就歹。羊甲牛拢共款，真紧就会歹去。所以爱照人数食量的比例来准备分量，然后上是可以当甲厝边做伙来食。所以上帝百姓出埃及第一个受教示的教导，领受的教导，就是爱会当过一个共同分享的生活。所以什么会是上帝百姓？这对这开始啊，吼。所以共同分享是上帝百姓的一个记号。做伙来读第5节到第6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着对绵羊也是山羊，选一只一岁无缺点的公的羊，恁着甲羊仔留到本月14，伫黄昏的时。以色列全体会众就杀羊仔，这咧表达上帝是会看得伊的百姓献上羊群中上完整上好的迄只，听有意思吼？这咧表达这样代志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一开始发生纪念伫埃及所发生的代志，后来。就演变成做上帝百姓献祭，拢爱献无缺点的精神的意思。所以，咱来读入这个免啊过节的过程。所以，咱来读出埃及记12章第7节做来读来，因着摕一寡货。抹伫因食羊仔迄间厝上边的门槛甲门楣，门楣、门槛甲门楣，那个两边门槛门楣，有点仔有人讲这跟他贴春联的有点仔像有点仔像。迄个羊的花流入板里。摕牛膝草稳板林的花，就抹到门槛甲门外，做记号表示，这个厝内的人伫上帝保护的下面，拢袂受灾害，袂受灾害。所以咱来读出埃及记12章第8节到第10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暗着食羊仔的肉。肉用细香甲无甲饼苦菜做伙食，袂用得食青的，甲用水煮的，肉着甲头壳腹内做伙烘来食。食的拢毋通留到过早起，若留到过早起，着用火烧掉。所以这个搬过节，犹太人过搬这个过节，跟咱咧过中秋节同款吼，迄个烤肉、烘肉，
对吧？迄暗因食羊肉，出埃及的时规定是烘的，总是后来因入去控压了后，嘛会当用煮的。只要是熟的，主要是熟的，熟的就会使。其他爱烧掉，烧掉这甲献祭同款，所以搬过节的羊就互人看做是祭物。搬过节的羊互人看做是祭物。食苦菜是因爱的季节，伫埃及受奴隶的苦味。然后无架饼是要纪念出埃及的时阵，迄个从真紧无用来发架这项代志。所以咱就读到出埃及22章1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食的是摇着下地，下着清地，手着牙关仔，嘛着赶紧食。这是上帝的搬过节，所以爱其实恁出来叫的时真随时准备要出发。对现代人来讲，这个节庆真特别，嘛真奇怪。这过节的节真奇怪哦，敢若亲像要演一场行动剧。其实这甲今仔咱这礼拜有真类似的所在，咱这礼拜嘛有亲像迄个行动剧同款，第一步一步照啥物回来，唱歌、吟诗而乐。其实这拢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。上早即群上帝百姓就安尼行。咱来知影搬过节原文伫圣经其他的所在，拢咧记一摆一摆咧行，所以这应该甲雅各伫雅博渡口拄着上帝，后来这群人被称作以色列有关系。这群人伫演写的时，咱看到这群人这真古锥吼 ，AI 用这个卡通的方式来做出来。即群人咧演写的时，咱看好，伊拢穿插真好势，准备要出发啦。总是另外一群人的害啊，所以咱来读出来22章12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暝，我要行透埃及地，拍死所有的头上生的，无论是人也是精生。搁要审判埃及所有的神明，我是上主。上主要审判埃及，就透过大囝的死。上主搁要审判埃及众神明，来表明这位我是上主的关联。所以。线落来，咱来读1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若有伫恁的厝抹花做记号，我一个看到这个花，就会对恁遐搬过去。我拍埃及地的时，毁灭的灾难未临到恁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开始。透过守搬过节，去下记即上帝伫迄暝，因拄着上帝，却得到怜悯加拯救。这就是以色列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嘛是上帝的子民。上帝的子民知影，咱会拄着上帝，总是拄着上帝，咱会得到怜悯加拯救，所以刷落才会安尼丰富。出来22章1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恁着会记得，这日是上帝的节日，代代守这个节日最永远的规例。
搬过节的宴舍伫上帝的子民群体内底流传真久。随上主耶稣甲伊的学生做伙食上尾暗顿的时，迄就是搬过节的宴舍。总是主耶稣对开始讲话的时，就甲犹太人咧守搬过节宴舍完全无共款。总是这个搬过节的宴舍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属上帝百姓被要求每一当到节日，因爱伫家庭内底重新演出。所以新约家是安尼讲，纪念这个原文是主动的意思，指出咱透过做这项代志，来指出迄个超越咱本身值得纪念的代志。另外一位神学家叫做 Man， 伊安尼讲，搬过节的故事通讲是规本出埃及记上要紧的迄部分。人毋若爱认出出埃及记历史的迄时，对认出这个圣经对伊有神圣意义的人来讲，出埃及嘛会当出埃及嘛爱变做伊生命中一再出现的时刻，就亲像基督徒的圣餐，咱将过去到现在结合做伙来毋忘将来。出埃及22章1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着食无假饼7日，头一日着对厝内将假母清去。对头一日到第7日，所有食有假的米的人，拢着对以色列人的中间结出。所以搬过节刷落去后面的这个7日是度假节期，为着要纪念出埃及，因互人催逼爱紧离开埃及，然后刷落来因要成做上帝的百姓，一定爱除去埃及对因生命的影响。这嘛是后来甲被解释做灵性或是生命污染的原因。所以主耶稣才会安尼讲，马太福音16章第6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甲因讲，着注意，着提防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教。耶稣所讲的教，就是指某一群人，迄群人的教是你讲的甲做的拢完全无共款。然后假冒伪善，你看起来敢若好人，但是其实内底是歹人。恁爱关系甲邪恶。出埃及22章的16节刷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头一日甲第7日，恁着举行盛会，这2日准备这的物件以外，其他的工作恁拢袂用得做。伫节期的中间，伫这个度假节期的中间前后，拢爱组织敬拜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将这个节期嘛看做是跟那安息日同款，除了准备食米以外，袂使工作。安息日，安息日原本的意思就叫做袂使工作。出埃及22章17节到1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着守度假节，因为第7日我带恁的军队对埃及地出来，所以恁着守7日做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这个军队的翻译有伫其他的所在翻译做支派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迄个是形容一队一队出去。
迄个是形容，所以毋则来翻译做军队。18节做伙来读，刷落18节来。对正月14下昏到21下昏，恁着食无假饼。拄到节期，就是要纪念上主带伊的百姓离开埃及。就亲像福克纳这位顶世纪真出名美国的作家，伊安尼写讲，伊讲过去永远袂死，甚至毋是过去。这真适当来形容上帝百姓是安怎要过节的意思。咱今仔日过这个节期，无活伫过去哦。总是咱嘛守过去的人咧想，今仔日是农历的过年，对无？咱毋是活伫过去哦，总是咱透过这个过去所留来的痕迹，咱要纪念。当咱每一礼拜的敬拜，搁那重新演出，就是咧庆祝纪念过去上帝捌透开所人带人出埃及施行拯救的迄时。然后咱今仔日是相信，因为咱要庆祝，咱是相信上帝嘛同款会安尼对待。咱才会属伊的百姓，听有意思吼？透过安尼，互咱有一个盼望对未来，咱知影伊的应允要实现。所以出来记22章19节，刷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这7日内，恁逐个人的厝内袂用得有价。食有价的米的人，无论是恁的同胞，还是外族人，拢着对以色列会众的中间结出。和合本翻译做无论是架卡的，也是本地的。这个话意思伫厝内，咱来知影迄个厝内。伫即群人的厝内，早就有架卡的，也是无共血统外族人，总是因是属上帝的百姓。实际上，这嘛显凸显伫刷来出来记的这个写作的内底。上尾咱读到出来记12章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有价的米，恁拢袂用得食。伫即个节期内，恁无论住伫啥物所在，着食无假饼。新阿家安尼讲，新阿家认为犹太人，实际上伊都捌住伫耶路撒冷，所以伊知影。这位新阿家，伊讲犹太人袂强迫遐个被稳准伫因所在徛紧的人，拢爱接受上帝，就是参与。搬过节的宴席，总是去期待因有较公开的表示，表达因对上帝百姓甲上帝的尊重。这个规定其实伫原始的社会真容易来实行，总是到现代要遵守，就变做真麻烦甲复杂。实际上，伫现在的耶路撒冷，一个犹太人来开店。然后伫度假节期的中间，爱将店内所有价物的物件卖出，然后7日后才来规个拢卖转来。所以对现代来讲是真复杂。不过，这拢咧表达一项代志，这节期咧表达一个新的时代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爱好好想看卖啊，什么会叫做新的时代？2个月前，伫梵蒂冈，Christopher 欧拉这位真出名的安索皮的创办者，伊去甲教宗来讲话。
伊是全球神经网络会当解说研究的基础者。现在 AI 领域真要紧的人物，上时伊嘛是好野人，因为伊将伊的公司上市了后，我看我今仔日查伊的身价155亿美金。伊安尼对教宗讲，伊讲我今仔日毋是做一个已经知影答案的人来到遮，做一个伫 AI 核心发展的人。阮承认，阮现在拄咧接受某一种超过单纯工程学的物件。伊认为 AI 时代的来临，大声伤害是宋江人甲劳工，以及遐个无所谓能力的人。上时，伊嘛认为。科技公司甲 AI 无能力来应答，啥物会叫做家庭？啥物会叫做工作的尊严？囡仔的价值，以及啥物会对人是好的生活？上尾伊是安尼讲，伊讲 AI 毋是亲像桥，迄款互人起造起来。伊搁较亲像对人类的语言、文化甲历史的中间受培养出来。假使 AI 若是对人类文明被培养出来，伊上时就吸收了人类所有的骄傲、偏见甲罪。那安尼，伊就毋那是工具，甚至应该是一物件，照出人类家己的面。教宗安尼讲，教宗讲一句互人误解的话，所以即句有真侪人来批评。伊讲教会并无拒绝科技。科技本身会当是人参与上帝创造工程的一部分，总是每一种真大技术的开发，拢需要有同款程度的伦理甲责任。然后伊讲即句话，伊讲人工智慧需要被解读武装，所以真侪人误解掠做教宗。对 AI 有意见，确实有意见，总是毋是讲袂使发展 AI。伊煞落安尼解说，伊讲咱无应该互 AI 来支配、垄断、排毒，甚至互 AI 介入战争意识形态。伊讲亲像圣经内底的巴别塔，当人只有追求技术、快乐、效率甲控制，就会失去关系甲真理。对上帝的敬畏，文明就开始混乱。AI 不过是将过去的庄仔角换做算力而已。人犹原是骄傲甲罪性，所以咱若要起造，就要亲像尼希米就是以斯拉，结合正人的快乐。所以伫 AI 这个新的时代，袂当只用科技公司、政府甲资本家来决定，需要有家庭、教会甲这弱小者。做伙来参与，因为新世代的起造，毋是少数人的代志，是所有人的代志。上尾教宗是安尼讲，伊讲人毋是功能，毋是数字，
人是有上帝面貌的迄位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让杨上主来写册，上帝百姓敬拜加庆祝，是去伫这个过程，其实是要知影咱家己是啥物人，家己的上帝是啥物人，用安尼来知影咱要行去的未来。那安尼，伫 AI 这个新的世代开始，教会甲基督徒就无应该被牵伫这个 AI 新世代的后面，颠倒咱应该亲像先知共款，指出迄个咱会拄到的困境，以及有可能的出路。愿上帝帮助咱。赐了新的智慧甲开力，互咱伫 AI 的新的时代内底，咱会当做伙甲伊同行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你知影阮有真侪软弱的所在，帮助阮，互阮知影，其实你拢一直甲阮同行。求主提醒阮，互阮知影，虽然伫新的世代内底，阮犹原在去做，总是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知影，阮咧去做啥，也求主怜悯阮，互阮知影，阮会当行去的所在。主求你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